大家好，我是飞达，我来自阿根廷。今朝我作为 Spark 创作者，特指上海之华的电影馆，阿拉来到上海地标性建筑之一上海博物馆，和大家一道来看看球。搿趟是7大标馆活动的其中一只——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。一上来，阿拉首先可以看到古埃及特指古中国的时代对钞票，已经让我从心里向敬佩起来了。搿趟子展览展出了492座、788件古埃及文明不同辰光的珍贵文物，也是中国博物馆连续第一趟发起的最直接的2个古老文明的对话。根据计算，如果讲辣每件文物面前停留30秒钟，葛末看好搿只展览，乃需要足足花费6个钟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搿趟子展出的文物有的95%以上侪是第一趟来到亚细亚，主要来自埃及国家博物馆、卢卡索博物馆等几家埃及重点博物馆。特别是辣斯卡拉考古的新发现，更加是全球范围内首次系统展出结合了法老的国度、斯卡拉的秘密、特指图坦卡蒙的时代3个主题的古埃及文明展。全球只有上海博物馆搿一站可以通通看得到。㑚兜好展览厅之后，还可以到楼浪向来玩一玩。下朝跟我一道来看看球。年6的元宇宙展厅《消失的法老》VR 体验展，大家通过虚拟现实技术，足足45分钟，身临其境，有得勿一样的体验。勿要太吃惊哦！除脱介逼真的体验之外，隔壁还有得相关的文创产品。㑚以为周边小卖店就介一眼眼？错脱嘞！阿拉到1楼来，搿搭还有配合搿趟子展览会推出的文创产品，一共有得将近1点钟嘞。有的㑚好慢慢来拣，产品的创意性也极其高。譬如讲搿只小的糖头，㑚仔细往里向看，别有洞天，每个还勿一样。㑚勿要看人介许多。付起钞票来还是老方便的，电子付款一扫就好。葛末现在上海已经是夏天了嘛，小朋友们也开始放暑假了，家长朋友们勿要再扒辣屋里向吹空调、看手机了，好带小囡来白相嘞。搿趟子上海的夏天勿要太闹忙哦。除脱古埃及展，今年夏天还可以参加上海首届国际月亮节。上海首届光影节录日，一定勿要错过了。我先去白相了，再会。